今仔日是父亲节，有人力资源公司公布调查，发现有真侪爸爸因为经济因的压力变甲真大，因也是想要来分担照顾囡仔的责任，却是唔敢请育婴假。台北市就一个关心男性的组织“生男故事”表示，因平常时拢提供男性心理咨询的时间，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去找因讲心事。8月初8父亲节庆祝的时阵，嘛爱来关心咱阿爸的压力。今年36岁 Nick 有3个囡仔，甲因某2个人的薪水加起来有10万，毋过生活共款过甲真硬斗。先不打算剪彩，就先把老本吃一吃。那之后等小孩大，想说如果要再赚多一点的时候，到时候再剪彩就好了。毋过，毋是大家人拢有老本通食。根据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，一个家庭若饲一个囡仔，逐个月至少爱有8万8的收入。如果以现在这个1到3月份的实质性薪资来看，只有4万1000多而已嘛，那2个加起来其实还不到这个水准，等于只有8万2000多。一寡关心男性甲性别议题的团体表示，伫愈来愈注重性别平等的家庭分工内底，其实有愈来愈侪少年爸爸愿意分担照顾囡仔的责任。不过经济压力，互因唔敢甲工课放落来，请育婴假。其实现在新一代的男性的爸爸们，其实是有意愿跟有希望可以参与的。但是这个经济的结构怎么样去突破，可能是整个大环境的影响，还是有占蛮大部分的。育儿最大的困难就是说，在于陪孩子的时间不够。那在陪孩子时间不够这部分的话，就反映到说他们的工时太长。生男故事表示，因平常时拢有提供男性预约心理咨询的时间，10月嘛会发起已婚男性的情绪支持性团体，欢迎有需求的爸爸去找因讨办心事。记者林书豪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